繼續來看新北市新莊落大雨，這個雨水灌落下水道，公司園路有幾若個人空掛一直單跳，袂輸咧跳舞同款。有公車駛過去弄到，還有機車的騎士袂負險弄到剎車。下班時間雨落了真粗，車嘛真多，嚴格行車是犯正白。一台奧多擺經過時，向出去，連忙帶車摔在土骹，其他的民眾緊倒三共叫救護車。躺都不動啦，這水溝蓋炸開啊！機車倒在土骹，後邊的民眾煩惱騎士會風對浪，就將家己的奧多擺插在後邊死境。路中的人空掛，就是害騎士剎車的原因。因為昨暝上大雨，在新莊士園路的人空掛一直鋪起來。昨暝要過7點，公車先弄到，司機落車看無代誌就離開。2分鐘後，騎士袂負險轉剎車。這樣子蠻危險。我你問我怎麼辦？其實那時候我如果反應夠快，我會說應該打電話給警察，讓警察來放一下三角燈。今天是還好，都有人來幫忙。那如果半夜的話，沒有人注意，這個人可能就水太多，然後抓到沒有直接把它爆衝。民眾也在台北電影的頭前看到人空掛一直鋪起來，拿親像咧跳舞。親像也知影，車若去弄到會有偌嚴重。根據了解，這個狀況是因為雨水灌入下水道，氣壓增加，去推縮到人空掛，才一直鋪起來。警方已完成現場勘查，並通報相關管理單位檢視路面狀況。熊上大雨，對我的狀況嘛真多，民眾出門真正愛特別注意。